来讲伊看对着这个讲伊的经济也是无伊去小事做，所以伊的地位所以在伊有法度啦，伊先学对这个做安尼差不多我们讲安尼就是绝对我们来制度啦这些国家也有这样子的和平小书呢，做来和平小从从柠檬片之下这个支出啦，这个较早过去柠檬片，咱这个柠檬片支出反映柠檬片马面国家提出啦，伊无规矩啊，这些我讲在讲一直打人风险，所以要我讲有这个风险啊，一些在这个关于这个军风险啊，这是风险这事情这东西较早照这个讲起来因为我真正有这比赛公司管这个啦，一直打人风险，所以大家成功，伊比赛公司拢是相当有管。因为咱有做要每天来所以就是咱有做每天平常如果这伊意思拢是相当因为这办事，小家庭这咱有做，有每天到伊有教这个公司的主管呢，大家因为这地方就讲这个关于这个所以讲快的，用不用这样伊个讲这用到伊个不是从山阳改型关于你就是讲伊关于像用这个大生方这个专这个部分经营这个不是话是种单法，无连接单法我这个用情况单法是不给咱交代了无连接了那我单法是说连归零但他们现在我给的方法，然后一生意我做生意这个方法，我当时按照一条，这个生意这条做法来，金管到到车了，所以伊就是用这个情况关键就是到如果一年起来，咱就做一年起来，所以一旦期间我做下来，发现今年这不知道哪来事件传出支持出来事件事件4月以内伊传这个这有做安尼支持的出来出来咱做讲不管是这有关这个会议员来谈到这个中这个这些在传这个有关这个方面这个先前意见这个中伊也是从监讲伊过去收啦，伊个作品拢伊在加入所以咱讲以前就出事以前有些传，所以咱这个历史人这个这个伊这是年轻的人，所以有人不出事所以伊有个演变有作些
数哦，就当等于就可以出来出去啊，他不讲哦，去给这个用嘛，为按感应哦，感应提供这个做哦，啊咧，哦，有法度哦教化，这个来教化咧哦，就是哦，父母这个同学哦。这种我都从明星来讲哦，伊就是讲，这个尤其少啊少，关这国家的明星啊，领导我父母，这多少人，咱哦，几乎达80%嘛，可能关这国家的明星哦，明星回来，我父母回来，但是多少嘛，可能，而家当然靠自己啊，我这种情况哦。刚和无意天来地无意，伊看来讲，感应哦，这个种种哦，咱感应着这个活动哦，这个讲出哦，外观的家己啊，头顶这个公司的有发音哦。比赛当中，另外哦，感应是记袂着啦吼，哦，这用的感应哦，会感应的啦，哦，第二然后有才感应，若袂感应，像咱这袂感应，伊既然做咱嘛袂感应，拢已经讲咧哦，讲咱讲嘛，若袂感应就是讲无屁味啦，种种哦，比赛都是的话，这个有盐的话就无啦，的话就是讲的话。从地面啊，哦，比较我讲，哦，也是比较难啦。所以伊讲了啊，伊讲，电风、摩拉、加西。
微光。干部基调不有反流，类型一款标准是英语高有结合力，应教教书法书写逻辑以及其的OK书种建立透支批量干扰百姓关注不心单位细干传输机型如来一个第一线意见促进前因接触出色顿摩所见干涸属因天白无意天白无意点头摩那加西一追求法天教主注释修属属会教主注释修属属物起物
以呢，就来这个练习这个活动来出了那么呢，就要回家倒转来到这个中中了那么呢，倒来到这个中中，那么就来建造的这个中中中空这个方面甲往这个中中那么将以这个就做来处这个所在以希望着地位是由听力来。恢复会是由讲而生，所以人讲，咱讲的话爱互听了欢喜，做代志爱互做了袂错。所以老师讲甲咱讲，上天对每一个众生拢是公平的，拢是大公无私的，拢是寸光不埋的，先各一场。那么在因言歌或为体中，就是讲道理因如何还了财，而无是天论的制裁。所以，您所讲的不可以言相应，不可以言反应。咱刚才咱语言有哪会当反应？咱讲一句话有哪会反咱的结局？因为有时人讲一支刀开人开就死，但是你的话会互去死。所以有人讲话较大刀，所以咱会使语言来改变。唔通听风就是雨。听到头就讲话，害人的名声，你的罪比害人更较严重。所以咱语言无术，咱来语言理定，语言平等，以咱的先讲语言平等。咱若讲正当的话，讲真理，该先传道亲，咱就是语言平等。所以呢，咱爱知影讲咱的语言形式。最后咱的结论，我想。虽然时间长的，但是也无差别这个结论。这就是互我因所讲的条规，第1条到15条拢非常的重要。互我呢，最后就来讲结论。
选择玉石文化出师的，遵守规律行的标准纪律为理的。嘛，就是讲2英文，咱要选36448000个，善恶好歹，就是由此来分配嘛。玉石文化，在这个地中期的时阵啊，咱若遵守有规，遵守着这个礼节，遵守着这个咱15条有规，莫讲15条有规，就是只要是咱道中所定的礼节、所定的规矩，咱若去甲遵守，那安尼呢实践来守，咱这个光菜饭回到理天，见无见。这个呢就是我因所讲的15条有规。这嘛就是咱圣明先不所讲的，就是咱这龚老师的主文，只是学加以切实意。所以在因所讲的内容，还是在这了解这个时间，互我所讲，然后去甲伊模仿着，还是讲了不对的，希望咱随前的甲互学救济，甲互学牵教，这就是互学最大的盼望。最后，我祝咱随前的大家。身体健康，性欢平平哦。以往的讲师就讲性欢，怎？性欢如意，我还讲性欢平平。咱是爱做欢的嘛爱做，因为你欢的若做，做愈侪钱，赚愈侪，才有法度过身体对吧？所以我叫咱注意身体健康，性欢平平，道路安健，谢谢。
咱是收到含这个15条有几个上个基础的标准，咱都广泛遵守。若安尼，咱要收什么道？要升什么分？哦，要升之后要变，咱讲混乱的分啦，混乱分。所以呢，咱今日来了解，这个15条规矩，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志愿，你收办对个志愿上个重要一个依顺。希望我哋各位会当按照咱这个法规、咱这个礼仪来这个行事，这是非常重要。不过因为呢，咱应当说甲咱这15条规啊，当然嘛讲得真清楚啦吼。希望咱未来会当按照着这个规矩来做一个依顺。尤其而家15条法规，足久拢无讲啦吼。大家这15条法规拢冇生气啊。15法规定义就做我的无相关啦吼。安尼叫做左右，左右就是偏差的意思吼。那另外呢，会使讲时间已经成10分啦吼。可能大家心也有咧着急吼，要等。不过我来宣布一件代志，宣布一件代志。就是讲参照咱这个综合示范班，英文嘅看法，当然用咱一寡这个老菩萨。这个解说刚刚就是讲什么？咱这个特质，这就是哪？这就是有点对咱的助理、领导、甲副领导、甲各位组长、甲各位执行人才，无用心的叫。是安怎讲无听着？因为都叫人无倒，反正这边能够这人出来，命出来新的其拢无人在叫。必须较成全嘛是这个人。对，这个人今日做新老板，咱要讲的是要培养一寡较新的热情，新的热情来听班。有新的人听班的当中，毕竟新的拢无咱老菩萨来调，拄好一个有咱教授吃饱的。所以因为这款的物件就是讲，这叫做哪呢？这叫做固定的形式，固定的形式性的物件。这个一年安尼，一班安尼，2班安尼，3班安尼，搁后日10年、20年，我就是安尼。所以变成一个形式性的物件。所以我希望讲，咱对咱的助理，到咱下个干部人员，这个物件一定爱哪来继续出心。因为安尼讲，咱有一个精湛班，精湛班就是什么？精湛班就是咱第5个参考的上班叫精湛班。咱这个月9月7日，本来精湛班啦拢离咱学校也咧开个班厝。一寡老菩萨可能身体较袂堪一啦讲一爬去到个3楼顶爬到平个喘爬袂啥到啦，无啥力气搁一个问题讲咱的医药歹济一个医生袂行，咱想着是怪伤好命啦但去泰国拢坐个医啊，真正咱去到迄个哪呢？去到迄个什么老千人遐，道光处德福山，拢坐医院是咱的第一个医啊，讲一条爱坐5工，讲一条坐5工咱收到，咱人甲讲的全世界收入啦应该是咱新闻所有新闻也是较上爽。全世界我有一个讲的时阵咱爱是全世界，是咱的时阵伊也是一个上爽。当然，咱人最爽的毛病，变成形成这种哪呢？习惯。我无真正的以后我来承担。这是因为毕竟，敢讲咱无法度去改变这个物件。若是一个较放下以后就无法度，我无是这，我是这个，毕竟无法度提升。所以我希望讲，当然咱得着尽量要来较舒服，这是一个重点。但是咱一定爱袂使做掉。如果今日咱是这个遮好环境的以后期咱来个成人名单的开，无这个医疗机，你不能成人名单的这，咱这个5个月3个月4个月，你这以后无你哪能换的是我描述到这个以后啊？难道有可能？这是无可能，无可能就是安就是你家己改变。所以我希望讲，咱今日收办好啦是因为要改变咱自己，在咱身心上要提升，唔通因为听班。比如讲烦啦爱个时阵这以外问题啦在咧爱听到爱听，这是绝对不对。
这是咱动作体现。啊，所以呢，咱何即处决定，因为伫咱叫名，咱学校的当这个所在遐啦吼，当然环境，迄个也袂当像咱平添咱这啥好势啦吼，啊，所以咱学校决定啊做一个展啦吼，开了迄个检讨了，我宣布了，以后未来这个征战班，吼大小班处，拢伫咱平添咱遮啦吼，拢这个所在。但是我希望讲，已经选的这个所在，咱遐不要听的一回，吼，爱找其他的伊的前辈拢做较请。因为咱这问题应该大家无理由嘛，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当中就是讲，咱会当叫一个人来听班，因为叫来当中变了拢差不多，咱爱上差不多500个情况，像伊人差不多到我算到100个，这个嘛不足啦吼。这位前辈，各位前辈。咱的征战班，咱大家去记，咱的助理甲咱的领导、副领导去叫组织，在甲咱做一联络。联络就是讲，咱今天就出来听，这届咱新娘组长的师吼，伊来负责这届征战班的教育。所以呢，咱征战班当然是讲情况以上的啦吼，这是讲的，咱会当中啦吼，尽量把咱情况以上的把它传出来，这是咱学校伫这个所在。顺便做一个交代啦吼，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喂。一起一班向3尾行3鞠躬，全到1鞠躬，再1鞠躬，3鞠躬，最后面是1鞠躬，感谢杨姐老师1鞠躬。感谢讲师1鞠躬，感谢坛主1鞠躬，坤在1鞠躬，再1鞠躬，3鞠躬，感谢洪姐老师1鞠躬，感谢杨姐老师1鞠躬，感谢讲师1鞠躬，感谢坛主1鞠躬，一起支架，全到1鞠躬，再1鞠躬，3鞠躬。宋家红点人1鞠躬，宋家有点人1鞠躬，坤道1鞠躬，再1鞠躬，3鞠躬，宋家红点人1鞠躬，宋家两点人1鞠躬。好，谢谢晚安。
9月13日，有号用做啊，叔叔多节为定有个国际福建输入。天龙改新，还珠不新，党不计划，西干传输，西修如来意见，因这些意见，促进成经，历史出世，本我上心，感悟殊因。现代武艺，平方摩拉加西规定挂，得小修技术修理事故，数为个人事业，时间因为在冰箱做完做一个，因为来比较咱时间的生活伊较现代这属于他们讲的等于目标啊，标。了解到夫妻所关系的迄个生活，9月13迄阵多，迄阵多9月13，有条中午到。将我做完了，将会过来，叔叔哥哥，每阵讲伊身体已经落
干以教导书所传习来建造咱中中在为今修道的这福气福田，咱国家咱同乡会当来修行就是以过去所行的迄个前进啊，讲出前面青年。比啊，讲老师就是伊在迄个经营的所在，确实比啊来牵流来修，以国家百姓来考核安尼，就来分诸不的生活，含不离法。这个新苗时间这传输必须如来意见，所以在好的这个经验，这是咱的这。包括一直从乡伊的过去极限所留来伊的迄个建筑安尼，宿舍的成品安尼，过去是的所定来的成品，今仔日才拄为着做这个不出事安尼，这保护出事，所以大我可能一款顿话。感恩因书现代如意，讲感谢咱老师为国家的校务的迄个因来传承，所以迄款的新苗因民百姓会当来做任何好的安尼会当去休息安尼，所以即款的这个心情咱互相伊甲个福报伊的这个因
国因是，安尼在个人的所在来，所在来建立，是要较好个安尼，好互人，即个市民会当继续所在来进行安尼。我这些条例真正无咧讲拍不出来，搞起来大家安尼，因这讲到这个所在，咱注意会当我记得安尼，感谢。
新蒙为灵感思维，在你所住的教会，你突然恍然大悟，于是一个带别那个惠姆斯想要回到场去，将60分的大学的一些段话，把它传达给那个中东网站那个以及那个我的电台网，在同年的9月3日。
关注疫情以来因这些事情就因
就是讲这个销售就是讲监管哦，啊，这个中介哦，啊，这个就是讲监管咧中介一个啊，就是讲公司的啊，讲销那个股价啊，哦，要讲，像讲这个到时啥哦，中中哦，啊，标箱的做哦，这讲合作来。我这已经负责哦，这个讲合作来，用这个身体哦，无好哦，啊来医疗哦，这个种种哦，这个哦，这个遐种哦，来拿平哦，的时阵要清洗做哦，这个不是讲哦，这样收落跳舞哦，来清。我也是哦，啊，你做来提起哦，啊，提起用嗰啲病哦，即係嗰個哦，啊，大些是上面家或者用嗰啲用家哦，啊，已經會見就話即係，嗱，咱普通哦，咱就方便啊，你哦，啊，我可以啊，要車起來。啊！你在什么平常都是在好好工作的时间，我们啊，哇，这公司上面哦，这家经济哦，这家领导啊，他们国家这个东西公司出来讲的，这哪能不对啊？但是香港哦，他们这个哦，安尼一旦哦，刚用员工，伊就是做来就是伊。从地方在就比如以国家来发展哦，因为国家嘛，为了成功，国家比如国家发展来成功来，这种啊，讲我要什么，这比赛讲。中中呢，我这方面呢，比赛讲以我对对这个方面伊个经济也是无法以。所以呢，伊个机会哦，我啊，所以在伊有法度啦，以前行哦，啊，佮对这个做安尼交流了，如果安尼哦，安尼就是啦，啊，这个国家也有一个哦，和平桥出来做来和平桥年哦，从临摹这之下哦，这个是。这个较早过去哦，因为咱这个因为这个因为这哦，技术哦，穿越的哦，啊，因为这哦，马面的，国家因为规矩啊，啊，这个哦，我讲哦，在法国一定大家都理解，所以叫我讲这个方面啊，之前在这个关于这个军工业啊，啊，这是工业哦。这东西较早啊，照这个讲起来哦，因为我人家哦，有这比赛公司管理的啊，一直大家同意，所以在个成功，伊比赛公司拢是相当的欢迎，因为咱做哦，做呀哦，很危险啊，你哦，所以就是咱做，危险就是参与国家人家哦。伊是拢相当啊，因为这些环境，就讲你做啊，啊，这个咱做啊，他有会这样，他有会这样，到伊就是不是不会教的，这个部分主要呢，大家因为这个主要哦，就讲这个啊，关于这个啊，所以讲快了，拢没有这样教，伊个讲这那种到啊，伊呀，不会讲啊，不能这么讲。呀，这点哦，这是明啊。从山阳改革关注他们关哦，你就是讲，伊呀关注哦啊，山阳那个改生活哦，这个专这都是人啊哦，这不是话就是讲干话，无连接干话哦，你。我哋
但我普通但交代了是无错的，接下来好像但我当中是说赢了吼，你赢哦。但我们现在我是我给你的方法啊，然后一星期啊，如果一星期啊，讲这条我讲，我当时单词这条，这个是这条做法来进化哦，到我先要你，所以这个是，就是从这个情况哦，我这个是哦，到如果从这个哦，你本哦，这个年起来，好像就做年起来，所以一旦哦，今天我做下来发现，今年这不知道哪来哦，即便传输机器出来之前哦，一般细微机呢哦，传这个传这个有做哦，按这机器的哦，出来是应该话啦，咱都讲有关这有关哦，这不能理解哦，来传到这中央哦，啊，咱这哦，这些哦，来传这个有关来哦，原来哦，啊这个空气呢，啊这音呢，这全理解哦，这中央呢，伊也是用感应讲伊哦，讲伊过去是收啦，伊的作品哦，拢真啊，真正正好哦。所以咱讲语言有出是啊，语言有些怪，所以咱这个语自然哦，这个同样这个咱讲这个自然哦，啊伊这是真正啦，所以语言有不出是哦，所以伊有个前面啊。有作些哦，伊本身哦，比较我讲哦，数哦，比较数可以数来数去啊，他我讲哦，这个用法来，为按感应哦，感应讲那个做哦，啊哦，有法度哦教哦，这个有来教法哦。哦，这模这个话哦，这模从明星点哦，伊就是讲这个啊，关键我刚才明星啊，领导哦，但这多少人，但哦，基本上大型嘛，关键我刚才明星哦，明星回来我模回来，但是基本上多少嘛，而家當你開會啊，中我這種情況哦，剛和無意邊來無意哦，一般來講，剛因哦，這個中中哦，剛因就這個活動哦，這講出哦，外發的家己啊，考慮這個公司屬於的發音哦，而且講另外哦，剛因解決了哦。这个有的抗议，也抗议啦，哦，第二两位来抗议，啊，哪位抗议？就按这个抗议，依家都在哪里？抗议都一定都在哦，讲咱啊，就讲啊，未抗议就是讲无地位啦，啊，就讲哦，会使讲伊个话，这个语言的话就无啦，啊，的话就是讲伊话上地位啦，哦，知道我讲哦，也是一样啊啦。所以伊讲了啦，伊甲连红毛啦、咖啡、伊想法哦，伊甲用个水果、这个咖啡、伊啊咖啡，伊想法哦，伊甲来做安尼哦，啊，然后搁个交通辅助哦，那这个交通哦，这个辅助哦，来
我以前差不多是咱做吼，伊身躯吼，较早做所在所在吼，为国民级吼，差不多大部分是国民级，所以伊使讲不甘伊合作吼，伊感召吼，团是就伊这从这个方面来啦吼，啊我呢，讲教育这样呀，我这个是大概是这样吼，讲这个。
法务以后伊做事会当大吼，伊会当去兼顾这个顺到法务的这个权益，所以呢，伊就来这个礼事这个活动来出啊，那么伊就要回听各分来到这个中中啊，那么呢，真的到这个中中，那么伊就来编造着这个中空这个方面甲红色中中那么从以这个有做来书这个所在伊希望着地位是由听力来，火分就是讲烧火是由讲而生，所以人讲咱讲的话爱互听了欢喜，做代志爱互做了会用。所以老师讲来讲，上天对每一个众生拢是公平的，拢是大公无私的，拢是寸光不埋的，先过必查。那么在因严格或为体中，就是讲道理恁如何犯了错，而无是天律的制裁。所以恁所讲的话，不可以言相应，不可以言败别。咱刚才咱语言有哪会当败别？咱讲一句话有哪会败咱的别去？因为有时人讲一支倒开人开就死，但是你的话会互去死。所以有人讲话较大刀，所以咱会使语言来败别。唔通听风就是雨，听着头就讲话，害人的名声，你的罪比害人更较严重。所以咱语言模式，咱来语言理念、语言品德，以咱的人先讲语言品德。咱若讲正当的话，讲真理来宣传道亲，咱就是语言品德。所以呢，咱爱知影讲咱的语言形式。最后咱结论，我想因为虽然时间长，但是也无差别这个结论。这就是互我用所讲的条规，第一条到10条拢非常的重要。互我呢，最后就来讲结论。应运地形选择，玉色分化出事的，遵守规律行的标准规律为理性。嘛，就是讲地形应运，咱要选3640,480,800个，善恶好歹，就是由此来分规嘛，就是玉色分化。在这个地中期的时阵咱来遵守法规，遵守着这个礼节，遵守着这个咱15条法规，莫用15条法规。就是只要是咱道中所定的礼节、所定的规矩，咱若去甲遵守，那安尼呢实践来守，咱这个光彩法回到理性，见无见。这个呢就是我用所讲的15条法规，这嘛就是咱圣明先不所讲的，就是咱这龚老师的主文，只是互较加一些随意。所以在这项所讲的内容，还是在这。了解这个时间，互我所讲。
然后去甲伊模范着，还是讲了不对的，希望咱随前的甲护校救治，甲护校牵到，这就是护校最大盼望。最后，我祝咱随前的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平哦。以往的讲师就讲幸福，幸福如意，我还讲幸福平平。咱是爱做，还的嘛爱做，因为你还的若做愈侪时间愈侪，才有法度保持健康。所以我祝咱注意身体健康，幸福平平，道路安定，谢谢。当然，用咱一寡这个老菩萨，
这个解说当中就是拢做咱这个特色，啊，这就是哪？这就是有当时对咱的助理、领导、甲副领导、甲各位组长、甲各位职业人才不用心的叫。是安怎讲无遐叫？因为都叫人无多，反正这边能够这人出来咩？出来新的新拢无人在叫，啊，必须较成全嘛是这个人。对，啊，这个人今日做新老板，人讲讲是要培养一寡较新的热情，新的热情来听班。啊，有新的人听班的当中，毕竟新的拢无人老师来教，拄好一个我有咱教授吃饱哦，啊，所以呢，因为这款的物件就是讲，这叫做哪呢？这叫做固定的形式。固定的形式性的物件，啊，这个一年安尼，一班啊，两班啊，三班啊安尼，佮后头啊10年、20年，我就不是安尼，所以变成一个形式性的物件。啊，所以我希望讲，咱对咱的助理，哦，啊，到咱下底干部人员，这个物件一定爱哪来继续做新。因为安尼讲，咱有一个精湛班。啊，精湛班就是班，精湛班就是咱地方的参考上班叫精湛班。啊，咱这个月9月7日，哦，本来精湛班啦吼，拢是咱学校也咧开的班次。啊，即个老师可能吼，身体较袂堪一啦吼，讲吼啊一爬啊爬去到的时候3楼顶吼，爬到平喘吼，啊边袂啥到啦，啊无啥会去吼。搁一个问题讲，哦，咱的医药歹济吼，啊一个药算袂行。我们想的是个想好命啦吼，那去泰国拢结了医啊，真正咱好去到迄个哪呢？去到迄个什么药厂人家，哦，道光署吼，哦，德福山，拢是医院是咱的体院医啊，讲一条爱一5工，讲一条啊一5工哦，咱收甲咱人咧甲讲的。全世界收入啦吼，应该是咧生活所有性的，伊也是咧享受啦。全世界哦，我有一个讲的时阵啊，咱爱是全世界，是咱的时阵啊，伊也是咧享受啦。当然，咱人的生活变成形成一种哪习惯，我无真正的必要我来讲。啊，这是因为必须哦，甲讲咱无法去改变这个物件。哦，啊，若一个较。帮他伊个活动，如果我是这个活动是这个，毕竟啊，我是天性，所以我希望讲，当然啊，咱得着尽量了较舒服，这是最重要。但是咱一定爱袂使做掉。如果今日咱是这个遮好环境的医啊，后期啦，咱若来个成人名单的开，无这个医行子，你不能成人名单的这，咱一个月要坐3工，还是2工，你这个医啊有办法多，啊无你若要换个上班2个小时，迄个医啊我一个。难道有可能？迄个无可能，啊无可能就是安怎？就是你家己改变的。所以我希望讲，咱今日收办好啦吼，是因为咧改变咱自己，在咱身心上要提升，唔通因为听班，哦，比如讲烦啦吼，爱的时阵啊，这以外问题啦吼，在咧爱听到爱听，这是绝对不对的，这是要当作提升。啊，所以呢，咱从这处决定，因为离咱叫名。咱学校的这个所在遐啦吼，当然环境，迄个也袂当像咱平常的这啥好势啦吼，啊，所以咱学校决定啊做一个展啦吼，开了迄个检讨的我宣布了，以后未来这个精湛班，吼啊，外省班处，拢伫咱平常的遮啦吼，拢这个所在。但是我希望讲，已经选的这个所在，咱遐有爱听的一回。哦，爱找其他的医个专门做较请，因为咱这问题应该大家无理由嘛，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中就是讲，咱会当叫一个人来听班，哦，因为叫来当中变拢差不多，咱爱上差不多500个参考，像伊人差不多到我算下100个，这个嘛不足吼。啊，9月7日、9月7日，咱的精湛班，咱大家要记住，咱的助理甲。咱的2年、副2年，去咱组织在咱家己做联络，哦，啊联络就是讲，咱期日就出来听，即届啊咱新娘村长的书吼，啊伊来负责啊即届精湛班的教育，啊所以呢，咱精湛班当然是讲参考以上的啦吼，这是讲，哦咱会当中啦吼，尽量把咱参考以上的把它创出来，这是咱学校伫这个所在啊
顺便做一个交代，然后最后祝福各位来身体健康福寿。喂喂。一起一班项目型男子动力全到一起攻，再一起攻，三一起攻，最后面是直接起攻，这两点是直接起攻，这两是直接起攻，这两是直接起攻，攻在一起攻，再一起攻，再一起攻，这后面是直接起攻，这两点完是直接起攻。讲师直接起攻，感谢男子起攻，一起支架，全到一起攻，再起攻，三起攻，共架红点人支起攻。